大家好，扎西德勒，我是丹森丹达，欢迎收看丹达独豆的4分钟藏语教室。今天我们要来学的藏语呢是扎西德勒。那扎西德勒是什么意思呢？扎西是吉祥的意思。那在藏历里面呢，有很多人会取名叫扎西是一个非常普遍、非常吉利的名字。那这个名字呢，男女都可以用。那德是什么意思呢？德是德哇意思就是快乐、安乐的意思。所以呢，像极乐世界在藏语里面就叫做德哇间。雷呢有优秀、优良、良好、佳我们口语一点的就说棒啊、赞啊、妙啊、好所以呢，雷呢就是好的意思。那我们常常呢听到善哉善哉，那在经文里面呢，善哉善哉就是雷所雷所。举个例子，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里面呢，舍利子跟观世音自在两位呢，在灵鹫山上呢做问答。那一问一答，一问一答，整个问答结束之后呢，佛陀就赞叹他们讲得好，讲得棒，讲得妙，讲得太好了。所以呢，藏文呢就是雷所雷所，善哉善哉。那另外呢，达赖喇嘛尊者呢常常引用的一句藏文呢叫做 Lebar Dala Naika Lawarje Guqimin。那这个中文里面呢是当善观我语，信受非为净。所以呢，当善观我语呢，藏文叫做 Lebar Daba。Lebar 呢就是好的意思，大巴呢就是观察，所以 Lebar Daba 就是好好的观察。所以呢 j a s t 这句话呢，就是呢祝福对方吉祥。然后呢，祝福对方快乐，然后呢，也要祝福对方安好，有很多层的意思在里面。另外呢 j a s t 对任何人都可以用，不管是对自己的长辈、对自己的老师，或者是对自己同辈的人，或者是呢对晚辈，都可以用 j a s t 那 j a s t 呢，我们可以拿来用打招呼见面的时候问候对方，也可以用在道别的时候祝福对方。那这个呢，跟泰语里面的 Sawadee-krap以及意大利语里面的 Charles 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以拿来当成问候，也可以用来说再见。那我们来看几个影片。这是类似属音，当然加上了甚至于，这是类似音。在这些影片里面呢，一开始达赖喇嘛尊者呢向大众问候，然后呢说了 j a s t 然后我们再来看呢，整场法会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用 j a s t 呢来做一个结尾。像当然呀，这是类，就是，那当然这是类，就是。好，所以以上的这几个影片呢，是达赖喇嘛尊者呢，在开头的时候呢，用 j a s t 来问候。以及呢，整场法会圆满结束的时候呢，用 j a s t 来做一个总结。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的场合呢，都会用 j a s t 呢来做开头以及结尾。那 j a s t 呢可以拿来在逢年过节啊，在各个节庆的时候呢，用来祝贺对方。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呢，我们要去拜年，要去贺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罗萨拉 j a s t 罗萨呢是新年。拉呢，在这边是指在这个时间点，新年这个时间点。那 j a s t 呢，就是吉祥、快乐、安好。所以罗萨拉 j a s t 整句话的意思就是祝福对方，恭喜新年好，新年吉祥，祝福你在新的一年里面这个时间点，新年这一年里面呢，吉祥、安好、快乐。我们在祝福人家生日快乐的时候呢，也可以用冲嘎拉 j a s t 冲嘎呢是生日的敬语。拉呢也是一样，在这个时间点 j a s t 就是吉祥、快乐、安好，所以冲嘎拉 j a s t 就是祝福寿星在生日的这一天呢，吉祥、快乐、安好，也就是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的意思。另外呢，在2016年的时候呢，藏人行政中央有拍摄了一支达赖喇嘛尊者的贺年影片。那在影片里面呢，达赖喇嘛尊者呢有非常非常详细的介绍。以及解释扎西德跟雷的意思用佛法的角度呢去介绍扎西德跟雷。那我会把这个影片的连结呢放在下面介绍的地方然后希望呢大家可以点过去看。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藏语4分钟，我们下一个单元见。扎西德雷。